我就发现了你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般的气质。美女，借一下您的杯子可以吗？谢谢。美女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第一次关注到你的时候，就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把手给我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得。嫁给我吧，我会好好珍惜你。傻帽，他傻帽，他已婚妇女啊！你啊？对，哥们儿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你说那什么，我这姐们儿她已经结婚了，刚从英国回来，我带她过来玩玩。不是玩吧？对，她已经结婚了。这是走婚俱乐部，你跑这玩什么呀？你这不瞎耽误工作，你把戒指还给我行吗？我愿意嫁给你，我已经离了。离婚了？那你现在还是单身呢？对，单身。离了没关系，是单身就好。你什么时候离婚的？你别忽悠人家，我们走婚俱乐部是有规矩的，那个离婚的人不许参加的。不是你到底是单身还是？我离婚了，我发誓我离婚了。离，来，我也离，我也去离啊！哎，咱们一块儿去离婚吧。闹什么呀你？我不介意你结没结过婚，其实结过婚的女人好啊，结过婚的女人有经验是吧？懂得珍惜，可以直接上岗，不用培训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行了，别闹了，哥们儿啊，他俩神志有点不清醒，刚离婚。人家是对，他那个脑子不太好使。我又没喝酒，是不是？他没喝酒。把戒指还人家。哎呀，我离了，我离了。什么离？哎，这个有什么用啊？结婚有什么用啊？我跟你结婚吧。我觉得你特好。哎，珊珊，你嘛呢？我们陪客户喝酒呢。客户重要还是老婆重要啊？怎么了？你们家可风可是喝多了啊，还不赶紧把他给接走？什么？他为什么喝酒啊？为什么你还问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肯定是你招他了呗。赶紧的，原停，快点啊！